今日帶大家去 Fish Creek Provincial Park 郊遊遊，佢位於 Calgary 嘅南面，係加拿大第2大嘅城市公園。公園有超過100公里嘅步行同埋單車小徑，大部分地區都係森林，亦係各種野生動物嘅棲息地。我哋就喺呢個週末入去行下啦。公園有60% 嘅小徑都已經鋪砌好，但亦都會有例外，例如我哋行下突然間要過河咁，亦有啲冇鋪砌好要自己承擔風險嘅小徑。呢度都係加拿大國寶河狸嘅棲息地，你會見到河狸竹嘅堤壩，仲有河狸嘅屋企。可惜嘅係我哋當日就冇見到佢哋啦，不過我哋都見到鹿，仲有喺河中暢泳嘅鴨仔。你仲會聽到唔同雀仔嘅叫聲。唔使開幾個鐘車就可以親親大自然。最重要係記得睇清楚天氣預報再出發啊！